英國嘅移民政策又有變化啦，繼工簽提升咗要求之外呢，家庭團聚嘅簽證亦都陸續收緊入場門檻。到底 BNO 仲走唔走得呢？今日同你分享2025年最新政策懶人包。大家好，我係 UKM Wilson，今次幫大家速讀2025英國移民新政策，講解邊啲簽證收緊，邊啲開綠燈，香港家庭移英仲有冇機會？記得睇到尾有最新嘅案例分享，同埋點樣安全部署移民嘅路線。2月英國內政部公布新嘅政策，要壓低移民人數。點解咁急？因為英國最近輸咗一單難民嘅官司，導致合法收緊移民成為新嘅焦點。預計未來會繼續收窄工作簽證、家庭團聚、學生簽證等嘅路線。香港人移民英國時間表真係急在眉睫，今日一定要睇清。工作簽證會由而家嘅年薪26,200鎊升到38,700鎊，大約40萬年薪港紙。對於醫護、建築等嘅行業呢，有少量嘅豁免，但整體門檻大升。技術簽證申請者呢，需要提早部署，甚至考慮其他嘅路線。而喺家庭團聚申請者方面呢，收入嘅門檻會由過往嘅18,600鎊逐步提升至38,700鎊年薪。現時呢已經提升咗去29,000鎊，將會逐步提升到34,500鎊，最終呢會提升至到38,700鎊。呢一個對 BNO 家庭雖然冇影響，但係我哋都會建議有意移民英國嘅家庭呢，早日申請買個安心。BNO 5+1嘅路線呢依然開放，暫時未受新政策直接嘅影響，但未來政策或者有改變嘅風聲。2025相信係一個關鍵嘅一年，因為當初政府承諾嘅5年呢快將到期，而我哋見到整體嚟講一啲複雜嘅個案呢，申請難度係提升咗嘅。關於學生同埋畢業生嘅簽證，預計2025年後期會有新嘅限制，預計會收緊畢業生居留嘅時間，家長呢需要為仔女及早打算，考慮升學後嘅出路。喺度希望借呢個機會同大家分享一個案例。W 先生為例啦，佢哋一家3口呢本身諗住喺25年嘅年底移民英國嘅，但考慮到政策變化同埋收緊入場門檻呢個風險呢，佢係將會提前於4月就啟動呢個申請嘅流程，希望成功鎖定政策，減少不必要嘅壓力，亦都可以盡快咁幫小朋友安排升學嘅過渡。而我哋團隊咧都認為，越早部署，選擇會越多，申請嘅成本咧亦都會更加低。如果你對 BNO 移民、工作簽證、家庭簽證有疑問嘅話咧，記得 WhatsApp 我哋 UKM 團隊，我哋同事好樂意解答你嘅問題。我哋亦都提供免費嘅初步諮詢，幫你制定最合適嘅方案。覺得呢條影片有用嘅朋友，歡迎俾個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去支持我哋。我哋好快會有下一條片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